因为购物能够给人们提供一种幸福感。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这种幸福感放大，把它变成一种可以触碰的商品。魏总，快去看看吧，唐总和客户吵起来了，快点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笑话吧？你拿这种条件来见我，你有脸吗？哎，你们这是什么态度？有你们这么对待客户的吗？保安，我怎么了？我不想听你废话了。保安，你把这个人给我赶出去！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第一次见到像你们这么做生意的。你们是土匪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里边一定有误会。什么误会啊？你去不去？要不然我叫保安给你抬出去！别动手，我自己会走啊。吴总，哎，您消消气儿，这里边绝对是有误会。这样吧，改天我一定登门道歉，好吧？用不着。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能叫保安把客户轰出去呢？这是我的公司，我想怎样就怎样。你不能这么说呀，我们是在做生意，和气生财。谁想和气了？我就不想跟这种白痴做生意 ，OK？ 怎么了？最近你怎么总是情绪有点不好啊？你给我滚！我想自己安静一下，好吗？请。我本来以为，有了唐敏熙和新公司，生活就会变得一帆风顺。可是敏熙是你的，我夺不走。虽然你和他分手了，他也不爱我。我只是你的影